继续咱来看三星的代理商米克邦，3月份发起中国的电竞手机红魔 A Pro 台湾版的募资计划，金额是超过2000万。不过，即马所传出 NCC 认证无通过，也佮有消费者收无货等等的争议。最近佮发现讲，消费者手机摕到了后，电话若是卡出去，对方迄边会显示是为中国台湾卡来的。去有外界质疑讲，这是挑工要互台湾比人较细汉。显示中国台湾国际版就是中国台湾没有错，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台湾版，因为台湾版连小米到台湾都不会写中国台湾。用新买的电竞手机红魔8 Pro 卡电话，结果显示号码来自中国台湾，互网友烦恼讲，这只是国际版的手机带着台湾版的标签，就想要来假冒。台湾版的标签呢，就是5块钱的贴纸，只要没有经过 NCC 认证的都不算台湾版。三星代理商米克邦今年3月发起一款中国电竞手机的台湾版募资有买，金额超过2000万。也不过5月，互网友讲付钱了后无收到货 ，NCC 认证也无通过。结果即阵有人收到商品，也不过8接电话佫显示中国台湾，互人怀疑是变革台湾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没有收到红魔手机的验证申请，预售行为将依电信管理法开罚，最高罚款至新台币100万元。NCC 讲到6月7号为止，也无收到红魔8 Pro 的手机验证，也是积极的申请。而亲像这款的手机内部标示真多中国台湾的情况，也是头一摆。最早知道是华为。小米，你就算是买摩托罗拉，那国际版的话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在台湾卖嘛，你如果去买它的水货，现在避开的是他们就不写国家，他可能就写台湾括号繁体中文。我是觉得正常公司不会有人会想跟政府或 NCC 应改，也是可以商议的。另外，对着网络募资平台所引申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，NCC 讲会配合行政院消保处加数位部来处理。记者自动报道。